世界棒球经典赛资格赛亚洲区伫2月21起过，资格赛前2名会当参加明年的经典赛。咱台湾去年伫世界12强棒球赛摕到冠军，台湾队安怎维持台湾上勇的气势？下暗7点半，公视台记台青春咱的帮，带大家斗阵来看咱的 Team 台湾。后礼拜2月21号到25號，伫咧台北大巨蛋進行 WBCQ 世界棒球經典賽的資格賽。台灣要甲南非、尼加拉瓜、佮有西班牙來爭取2026年的經典賽參賽資格。為着要摕到這張門票，不少球員伫咧休賽季佮有春訓的期間，就提早進入備戰狀態，積極要來爭取入去國家隊的名額。因為10幾年沒有打過，就是希望自己能夠在有生之年能夠打中華隊。休季了以後，佮開始重新訓練，所以希望家己的身體的狀況、身軀的強度、身軀的技術能力，有法度一直扭起來、扭到比賽。目前的奧運、12強甲經典賽，這3項世界1級賽事的組分賽，現主持是由中華職棒咧負責。若要和世界各國比拼，除了球員的實力，還有教練團的調度以外，親像上號、小職情報還有後勤團隊的組成，嘛必須要有世界級的規模，這嘛是咱民眾一直期待的目標。咱用職業的鋪路的方式，伫咧對待咱所有的選手，標準佇倒位？美國大聯盟安怎對待選手？咱的國家的選手就是安尼方式來對待。這擺 WBCQ 所徵調的國手，除了隊長陳吉賢拍過12強，其他的人是女娃球員和國內職棒球隊一定的選手。這嘛表示台灣有高強度的競爭條件，人才是愈來愈多。這個是往一個很好的方向去發展的，比起往年，就是大家各自的自主訓練可能會做得比往年還要勤。代表台灣去出征比賽，讓所有台灣人記住你是誰。記住你在為台灣打球。若準實力正常發揮，這屆世界棒球經典賽資格賽，台灣隊運動會當順利過關。不過到明年的 WBC 經典賽，要甲各國的大聯盟頂級的選手拼輸贏，能夠有法度維持上好的戰力。現主席莫迪卡就已經開始思考甲規劃。記者吳定宇、林建宇綜合報道。